来最近时不时就咧地动，台中大雅区公所强化着地动应变的能力，特别举办着规模7.3大地动的兵棋的推演。62号民宅及68号工厂回复，现场有17名的一个人员的一个受困。发生7.3的大地动，大雅区有真侪厝倒去化学组车、兵车，公所成立紧急的应变中心，嘛准备各种的防灾资源进行同步联络、加疏散。希望把不可预期的灾害能够减到最低哈。尤其咧，阮横山地区比较低洼，不管是风台、水灾还是地动这来参加公所的兵棋推演阳讲是一个预防的作用最近地动真侪，希望讲有所防范，所以讲大雅区公所办这个地动灾害防范甲救灾演练，希望讲会使强化公所团队的防灾警备能力，嘛会使提升危机意识。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